弟兄姐妹平安，请安静我们的心哦。那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上帝的性情有份。那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也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思，也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也让我们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论身处何地，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帮助着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的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谢谢你，也请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在今日的崇拜中聆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请翻开新灵粮诗选210首，恩雨大降。请大家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130篇，诗篇130篇，在旧约的658页，旧约的658页。由我来起，会众弟兄姐妹们来应。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来诵读。耶和华，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主耶和华，你纠察罪孽，你若纠察罪孽，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一起来。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公道。那我们一起来关心，为这个世界来同心祷告。我们为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享受主恩的滋味。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华恩教堂李正信牧师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我们也为5月16号、17号的国中会考的孩子们，以今年即将升学的青年学子来祷告，愿主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学生们有美好的学习。我们也为国际局势变动，求主使全球各地战争能够止息，恢复和平来祷告。以上所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圣道理，今天的经课呢，由汪怀宇弟兄来为我们攻读，有2处：以赛亚书12章1至6节，罗马书5章1至11节。今天经课第1处，在旧约以赛亚书第12章1到6节，教会圣经748页。第1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喜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第2处经文的话，在新约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教会圣经第168页。第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以上是今天的经课。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12至18节，在新约的217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是上帝的话。诗班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沙漠中的赞美》。
我们以下的时间交由谢炯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主题为真实的信徒之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是台北北二教区的佩恩堂的主任牧师，我姓谢，我叫谢炯。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荣光堂来证道，之前都没来过。好，感谢大家来接待我。我进这个教会就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可爱大家都很热心的接待，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戴，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也在这里为大家来分享这一段信息，就是真实的信徒之光。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主耶稣，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名，因着你话语的力量，我们每个人生命能够在你里面更新。主，让我们能够成为散发着信徒之光的这样子的一个门徒使徒，在人群中，我们来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行动来为主来做见证。但愿今天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使我们不只聆听神的道，也愿意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道。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名求。我这几天在预备讲道稿的时候，就不小心就看到一篇文章在讲那个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朝代叫魏晋南北朝。这个可以按魏晋南北朝。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些文人雅士的这样子的一些轶事。我们知道有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大概都会知道魏晋南北朝这个是中国历史上面比较混乱的一段历史北边有那个五胡乱华，南边呢就是政权是不稳定的，常常就是有权谋之臣呢就谋朝篡位，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时代，政局不稳定，社会风气其实也不是很好。在这段历史时期当中，最著名的这些文人雅士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竹林七贤，阮籍那个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等等这7位贤士，在当时呢真的是家喻户晓，全民偶像，就是这竹林七贤，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那也带动社会风气，还有社会的潮流。那在过去的印象里面，我们对贤士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博览群书知书达理有文采琴棋书画什么样样都行那也有品格，也有气节，这样子的人被称为是贤士。而当我观看那篇文章之后整个就是颠覆我对文言雅士的一个理解一个理解。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是常常会喝醉酒，几乎每天都在醉，就是不是微醺，就是喝醉了睡觉这个当中那喝醉了酒之后呢，会嗑药，当时有一种药叫50散，吃了以后呢，会让你精神恍惚，会有幻觉。然后醉生梦死，喝醉酒之后，有时候还常常就是衣衫不整那个古文里面讲说是什么放浪形骸讲得很斯文，那其实就是衣衫不整，到处游街这样子裸奔不按礼数。这些文人雅士，古文讲说他们也没有怎么样呢？按礼数，不遵礼节，没有规矩。我们常常流行歌曲里面讲说，不羁放纵爱自由就是这群人。那后来就有一些评述历史的人，那些文人就会讲说，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历代的文人就讲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是被这些所谓的文人雅士给带坏了。牧师觉得竹林七贤这个七贤被那个时代的人高举，
确实他们是有文采的，是有才能的。那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不拘礼法，崇尚自由，其实内心里面是有一个精神在追求的，就是用返璞归真的行动来对抗、来反抗当时那个门阀权贵，那种矫揉造作啊、虚伪的这样子的一个官场文化。他们是在抗拒这个官场文化，所以故意表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很让人跌破眼镜的一个行动哦。那牧师觉得呢，当然他们这样子的表达很好，不趋炎附势，这样来说也是很有气节哦，很有气节的。但是这种夸张的做法，个人觉得也是不妥了。我们公众人物行为就是要检点啊，要检点。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有一种追求的，那个就是像今天经文所讲的，要成为什么？时代的见证，要成为时代的见证。我们不是躲起来过自己的生活，自己好就好。我们基督徒是要显明在世人的眼前的，就好像保罗在今天的经文15、16节所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被赋予一个责任，就是要怎么样表明神的道，表明神的道。我想初代教会的复兴，就是因为这些门徒使徒呢，他们活出了一个活的见证，这些见证被人广传，才使福音能够传到地极。也因为这些有见证的人，这些影响力，才使信耶稣的人可以在各地开始聚集起来，在各地成立自己的教会。不只是初代教会，其实历世历代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复兴，虽然常常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逼迫和挑战，但是圣灵的工作加上人的见证，这些见证也是圣灵的工作。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教会虽然历经各种挑战、各种的威胁，却一直能够延续下来。到现在，全世界1/3的人都是信耶稣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人的见证，人的见证。真实有见证的生命影响其他的生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其实最有效传福音的方法，从来都不是我们说什么，牧者常常会有长篇大论，或者说讲什么合理的和逻辑自洽的一些头头是道的这些理论说法、文字叙述，不是这些。最佳的传福音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信徒的见证。我们如何活出不一样的又吸引人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成为最有力量的福音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大能。好，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和腓立比人，他们就透过对话，就散发出这样一个强大的生命力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2章12到18节，其实讲过12到18节，腓立比书前半段，它是一个情绪的高光时刻。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经文2章5到11节，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谦卑虚己的经文，可以了解到保罗是讲耶稣的顺服。好，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经文，保罗把这个顺服的主题呢带到信徒的真实的生活当中。
实际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先赞许腓立比人说，告诉他们说，在顺服的上面的操练，你们做的是很好的。2章12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你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然后保罗想到说耶稣的献祭，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想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处境，他就有感而发保罗就在想说我可能快要死了。保罗似乎是已经做好了一个赴死的准备，赴死的准备。他把殉难当成是上帝一个美好的旨意2章17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所以他很高兴的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即使怎么样了，死了，也能够当成是为主献祭的祭物，这样的结局是好的。所以你们不要忧伤，要喜乐的接受这个最坏的事实。保罗写这段话的用力，其实是要告诉众人，我们活着要为主做见证，即使殉道了，我们也是为主做见证。保罗用尽方法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保罗的困境或者比较严重的我们刚刚讲的坏的结局就灰心丧志，反而是要喜乐起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基督徒的一些不同于世人的一些见证这个异于常人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说比如说牧师还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关心受伤的或者生病的弟兄姐妹结果去到那里之后呢，反而被那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鼓励、照顾、安慰，反而是这生病的人在安慰我们这些没有生病的人。这是一个跟世俗不太一样的见证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跟师母一起回就是南部，然后就遇到就去看了一位台中的牧师。这位牧师在20年前呢，他得了鼻咽癌，然后呢治好了，但是去年12月的时候收到他的消息说，他癌细胞又复发，而且这次的癌不是鼻咽癌了，是骨肉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癌症那我们就非常难过，因为这个牧师以前非常照顾师母，师母还在台中读书的时候，牧师就非常照顾他。我们就去探访他，我们原本想说他应该会愁眉苦脸结果去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说很忧伤的来接待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聊天，聊了以后他就跟我们说，告诉你一个笑话他就讲说他的那个主治医师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人就是个年轻医师，医术很好，可是不会讲话医生就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那个牧师就说你随便讲啦然后他就讲，医生就说好，先讲坏消息好了。坏消息，你这个癌症呢健保不给付代表说你就要花很多的钱1个月2周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要10万块这个对于一个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经济负担他说这个是坏消息。牧师说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医生就说好消息呢是你也不用预备太多的钱因为通常呢这个癌症治疗最快半年不然就不到1年，不是癌死了就是你死了所以牧师听到说不是癌死了就是我死了，你会不会讲话现在医生就不太会讲话
好，但是牧师这样子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感受到是一种平安。我不会很担心他心里面因为癌症这件事情而忧虑而担忧。我感受到是上帝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让他还能够这样子从容的或者平静的分享他现在的状况。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上帝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神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之下，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神都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定心丸定心丸。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中间其实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不常被这个我刚刚讲过，不常被提起。这个隐藏的信息叫做真实，叫做真实。12节我们刚刚读过，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保罗在你们这里你们是这样，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这里也是顺服的。然后保罗就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会讲说，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代表人需要怎么样努力才行。人需要靠自己，人需要努力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这跟我们刚刚读罗马书不太一样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对不对？就有差别了。如果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那就不是完全的恩典当然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强调人需要靠自己努力。后面的13节保罗也有补充，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意思就是我们得胜都是要靠着圣灵，而不是人的功劳，而不是人的努力。这个论述就是我们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的一个招牌论述。我们得救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使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各样的挑战，胜过各样的试探。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醒众人就是你们要有一颗谨慎的心，面对任何事情要严肃，要谨慎。恐惧战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严肃谨慎。这是一种敬畏上帝并且随时顺服上帝，配合神旨意的一种态度，不是指人的外在行为。我们呼应保罗整段经文最后的心意，就是要准备要为主献祭的这样一个心态，是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们把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保罗他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随时要有一颗为主献祭的一个谨慎心态，或者说一个责任感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你付上代价，但是我们时刻预备着，时刻预备着。所以保罗强调的是心态上面的预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练过田径在那个短跑的时候，不是发令员在讲各就各位预备的时候，那个短跑都会屁股撅起来。保罗讲的恐惧战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发令枪还没响之前，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预备的姿势，随时随地谨慎预备，听神的一个命令，我们就冲出去，去为主摆上，为主献上。保罗所讲的恐惧战兢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保罗在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叫做什么？顺服。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保罗说了什么呢？保罗的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我在跟你们在一起时候，我看到你们是很顺服的。如今我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听到的以巴弗提告诉他，或者从别人口中听到，
他也是这些以腓立比教会的人也是顺服的。好，简单直白的讲就是太好了，非常好，你们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顺服。这其实不是在讲顺服，在讲什么？真实。这是在讲真实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常常在思考说，敬畏要如何去操练呢？不是说简单嘴上讲说我要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就好了，也不是只有在人前敬虔，在人后就随便。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被提醒到，就是神要我们努力表现真实的信心，是要我们对神对人的那个态度，是在人前人后，是在明处暗处，是在一群人中间或者一个人中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表现出来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敬畏的开始。敬畏的开始，敬畏开始就是没有虚假，没有虚假。好，刚刚我们讲到做成得救的功夫，意思就是保守我们的信心，从真实这个角度来看保守我们的信心要严谨，要严肃。那个意思就是追求在神在人面前务必要真实呈现我们自己的信心如何。仔细想一下，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要没有信心的时候假装信心很大，假装会带来什么？内卷。你就会把自己弄得很累，结果呢还得罪神。明明没有那个信心，诚实表达我真的没有那个信心，我信心小，诚实表达就好了。好，所以不要夸口。好，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夸口然后的错误示范，就是谁？彼得。好，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一个晚上，好，彼得跟耶稣打包票说，我不管谁，就是所有人都背叛你，我会怎么样？我不背叛你，我不背叛你。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几个小时之后，立刻就自己打脸了，立刻自己打脸。好，对人也是一样，夸大信心，现实活不出来，没有真实的见证，就没有办法把福音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出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疑惑，不需要什么都谨小慎微，不愿意交托。我们如果不给上帝有工作的空间，我们只会让自己很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作为。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有一种迷思就是信心越大就越受尊荣，信心小可能就是没见证。好，所以可能造成怎么样？这个张三这个人为了有面子，好，然后他就假装自己很有信心。李四呢，心里面很疑惑，但是却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真的教会不需要这样子，教会真的是需要怎么样？神是希望我们要真实的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就好了。信心大的，当然我们鼓励，我们就祷告感谢神。那信心小的呢，也不要害怕，不要躲起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起努力用祷告，用更多的跟上帝的交通，然后呢求神让我们经历他。教会里面不需要假装，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假装被耶稣骂得很惨也不用太过于多语疑，太过于多虑，好像多马一样。耶稣说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怎么样？有福的。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在神在人面前真实，基本上我们就做到了敬畏神。敬畏神。我常常忘记着按这个东西。
好，第二个，回归真实，显明真道。真实很重要，所以保罗接下来就直接讲2个生活当中很具体要做的行动，并且鼓励众人要成为世界之光。好，2章14到16节就讲到说，凡所行的都怎么样？不要发怨言。第二个呢，不要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不发怨言，很多的注释书会直接翻译成就是我们刚刚字面上的意思，不发怨言哦。的确，我们看到就是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发了很多的怨言，在旷野的试炼当中，多次发怨言，神也非常厌恶以色列人这样发怨言，所以神就很多的责罚以色列第一代的进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发怨言原文其实不是字面上这个不发怨言，它的原文的意思叫什么？背地里交谈，背地里交谈，更多的其实是在表达说，我们信徒说话要怎么样？光明磊落，不在暗处议论。这种解释我觉得比较符合保罗在针对腓立比教会所给出的一个忠告。这也表示保罗希望大家要以诚实坦然相待，不要在背后传播流言。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什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意思就是很多谣言一直出来，然后会让这个人很难站立，很难生存。第二个叫做起争论，不要起争论，意思就是不要和别人造成纷争。这个也是雅各书3章16节提醒会有的，提醒弟兄姐妹的。他说，在何处有妒忌纷争，在何处就有什么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争论会产生不好的事情。保罗在提多书3章2节也劝勉其他重要的同工，他重要的同工叫提多，说你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纷争就会怎么样？内耗。我们所说的同心合一，最担心的就是内耗在纷争里面，内耗在纷争里面。而腓立比教会目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所以保罗再次提醒众人你们不要再争来争去了，不要有纷争。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保罗满满的一个情绪价值，给了3个好的这个评价，然后呢2个不好的评价，3正2负。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意思就是使得信徒可以在这个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显在黑暗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持守生命之道。保罗用3个词：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这3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儿女。这3个形容词其实原文都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纯粹，没有杂质。讲了3遍，代表十分重要。相对于这3个正向的一个评价，后面2个弯曲和悖谬。弯曲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道路不正，歪歪扭扭的扭曲，隐喻思想和行动上面的邪僻。那不诚实或者偏离正道。那悖谬呢，原文就是背离真实，2个词加在一起就是彻底失真、歪曲、反常的意思。那保罗形容一个完全背道而驰、颠倒是非的一个状态，就是讲那个时候那个世代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形容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实这个主题。
保罗把我们基督徒比作明光照耀。光有个特性叫做什么？走直线。光是走直线的，不会拐弯抹角。光照的地方没有隐藏的，没有隐藏的。这个也契合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你们是世界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就是为了要积极回应所处的这样子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显明真道。我们看一下我们现代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正在拼命的堆砌着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拼命的堆砌着虚假，从 AI 人工智能到各种虚拟的社交媒体，虚拟的网络资讯非常非常的发达，甚至是怎么样泛滥，但也造成人们没有时间去查验真实，然后我们就渐渐的被这些虚假喂养，我们渐渐的对这些虚假的资讯麻木，这些虚拟的东西把人们堆积圈养在一个虚假的舒适圈当中。我们也在渐渐习惯别人的虚假，我们自己呢，也在努力经营着我们的虚假，隐藏自己的真实。我们牧师不会因噎废食我们觉得 AI 其实是很好用的帮手，但是我们需要反思，我们需要反思，我们需要学习回归到一个真实里面，回归到一个真实里面。我看到神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的一个使命之一，就是我们要回到真实里，回归真实，对上帝真实，对人也真实，回归真实的信靠上帝，回归真实的聚会，回归真实的敬拜，回归真实的读经祷告，回归真实的一个人际关系，回归真实的有温度的面对面的一个对话，回归真实的鲜活的旅行，回归真实的团体生活。这些生活中的真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显明神的道的一个机会，一个契机。当我们真实面对这个世代人，别人常常被虚假喂养，他们会发现真实的可贵，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契机，传福音的契机。最后结论，我们要以真实的信心为记16到18节刚刚也已经读过，我们就不读了。保罗把自己跟随上帝的这个里程当成是一场赛跑。同样的思路，提摩太后书保罗又提到一次，提摩太后书4章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保罗深信他旅程的终点不是坟墓，而是祭坛。他也将自己的生命交奠在其上，交奠是献祭，不是献祭的祭品是献祭祭品的陪祭品，通常是水酒类的东西。献祭时候会用水酒浇奠在祭物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把腓立比人那个真实纯全的信心当作祭物献给神，自己呢作为陪祭的这个奠酒献给神。这个其实表明保罗自己是非常谦卑的，他同时也表明他跟腓立比人是同心的。
同心的。犹太人的献祭其实是非常严谨、非常谨慎的，就是要将最好的、无瑕疵的祭物献给上帝。当然也包括真实，回归真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虚假的时代，真实的基督生命也是传福音最好的证明。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耶稣，让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主使我们能够真实的回到这个信仰里面，面对信仰以真实的态度，面对生活也用真实来回应。主，我们要跟随主，接着圣灵提醒，真实的来读经，真实的去经营人际的关系，真实的经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信心摆在神面前，也是真实来呈现。信心小，我们就多祷告，靠主来让我们经历更多神奇妙的事。信心大的，我们也要谦卑在你里面。主，愿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这个信仰，看重跟神真实的一个交通。愿主的恩惠慈爱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谢谢谢牧师呢，用上帝的话语呢，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真实的信徒之光。谢谢。回应奉献礼，现在请会众起立，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用新灵粮诗选224首，充满我。请坐。
奉献礼。弟兄姐妹们，上帝是一切恩典的源头，我们所拥有的乃是上帝的赐福。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来行奉献礼。请我们预备心，恭敬地用金钱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也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呢，或是你还没有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也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和看顾，愿圣灵保守我们常常知足，为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愿天父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引导我们能够善用众人的奉献于神所喜悦的事工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请我们大家一同站立，向主献晨歌。请坐。问安差遣礼，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OK， 那我们呢，唱2遍。第一遍的话呢，我们大声的唱，坐在座位上。然后第2遍的时候，我们再站起来，大家彼此问安。那为了大家的健康呢，我们问安的时候呢，我们就拱手不握手 ，OK？ 好。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路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
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信息。我们这一周的主日呢是卫斯理的主日，所以呢台语堂我们由知间牧师证道，华语堂我们请谢炯牧师来证道，而我们的伟文牧师呢会到三重卫理堂服侍，请大家也为牧者他们往返的平安来祷告。我们也为63届联谊会呢能够顺利的完成来感恩呢，愿上帝施恩祝福，让我们卫理公会走在上帝美好的心意当中。教会的制服艺人学院会在6月13号举行结业式，请弟兄姐妹们能关心本堂服事外展事工，让这些的进行非常的顺利来祷告。我们教会的社青的退休会呢，在前2天举行过，我也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的活动，还有他们灵性生活的来关心，也来祷告。暑假快到了，暑假7月25号、26号呢，教会将会举办呢暑期儿童夏令营，还有呢青少年的 AI 营哦。我们已经开始呢接受受理报名了哦，请大家早一点报名，可以享受早鸟的优惠哦。在6月14号之前，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哦，可以享受早鸟优惠哦。那欢迎呢弟兄姐妹们邀请你们家里的小朋友、青少年一起来参加。那也请大家为夏令营这个营会的活动呢来关心、来代祷、来奉献。若是您有奉献的话，请您注明为教会儿少夏令营，注明清楚 ，OK？ 谢谢您。还有呢，总会青年事工 MYF 夏令营也开始了哦。这次的活动的主题是前言陶醉中，陶离罪和陶醉中 ，OK？ 在7月16号到7月18号，周间的礼拜4到礼拜6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截止日期是到5月31号，就是这个月的月底哦。那这次的活动地点是在桃园的龙潭渴望园区，那我们青少年呢，报名相关的有补助哦，请洽办公室或是请洽传道人哦。OK， 那这次招生报名的资格及费用哦，这次的费用当中有含4项，就是来往的交通、住宿、餐食、保险这4项。所以呢，学员当中如果是升国中到国3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哦，他们的费用是4000块。那如果您是队辅升大2以上的同工，您就费用是1000块 ，OK？ 好，那请大家呢，让家里有小朋友的青少的一起来参加我们教会我们总会所为大家所预备的 MYF 夏令营哦。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来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实体的查经祷告会，是在礼拜4晚上7点半。这个祷告会呢，会为教会的各项的事工来做关心，来做祷告。总会建堂的消息哦，请弟兄姐妹们同心呢，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要建造的款项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和其使用，并且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的奉献。OK， 那奉献上面也请你注明为总会建堂奉献，为总会建堂奉献。然后我们教会所举办的成人主日学呢，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以今年所的研读圣经、活出真道作为你们的目标呢，那我们透过呢这个学习圣经来活出新的生命哦，让上帝的话语呢
建造你不一样的人生。OK， 上帝的话语恩典满满。OK， 那我们总共有4个班级。第一个班级是由季博老师、迪华老师在205教室所教导的约翰福音导读下期OK， 还有第2个是由邵文弟兄、慧玲姐妹在201号教室的以西结书 OK， 再来第3个是在6楼的活动室由我们鹤顶弟兄、如今姐妹的提摩太前后书，再来还有周雄老师，还有怀疑老师在5楼的餐厅的腓立比书的以哥罗西书的所讲解的，在真实世界当中活出基督。欢迎弟兄姐妹一定要挪出时间，其实这时间很少，可是这个时间所产生的效益是无限的大。因为你想要享受上帝的恩典吗？如果上帝的话语没有进入你的心，你如何能够领受他的恩典呢？他就在这里，他就希望你接触他。你越读，你就越有恩典，你的生命就越有恩膏，越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只有这样子，没有第2个途径，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欢迎大家一起参加 ，OK？ 好，那我们也来关心肢体教会的消息因为气候非常炎热多变请大家兄弟姐妹们呢加强自身免疫力，而且注意我们的作息那你如果外出或是旅游的话，也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还有交通的安全，也多留意我们居家的环境及个人的清洁卫生，以杜绝流行病毒的传染蔓延。并且为确诊者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不舒服的治疗，我们也来为他们的治疗及复原做祷告那下面呢，有一些兄弟姐妹，他们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有登在周报上，请大家在每天的祷告当中来为他们祷告代祷 ，OK？ 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3、1，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颂。请坐。殿夜，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到前面来，牧师会为你祷告。